台南市二林国小为着让学生有一个无同款的五二节，特别结合儿童教育，让60名学生亲手包装，同时为当中学习农产品为生产、处理到烹调的完整过程。今天最主要有分肉粽跟素粽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孩子或者有些家庭都是有在吃素的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同时把素粽跟肉粽同时呈现，希望小朋友都能够品味到最美好的家乡的口味。学校这次包装所使用的拢是台南在地食材，另外邀请到社区妈妈以及附近大饭店的总铺师来教学生包装的技巧，在大家齐心努力之下，顺利完成300粒粽。那为了要响应整个学校的一个活动的节气呢，复兴饭店呢这一处也全程去赞助整个粽子的一个食材，并把食材完成之后呢，所有的粽子呢捐赠给我们丽人国小的弱势的一个学童，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一个节庆的一个氛围。采用的粽叶我们是从关庙那边的竹林里面去把它采回来的，然后再利用我们的在地的菱角、草菇、香菇。还有米豆，还有我们在地台南的米，让我们的孩子能去了解我们的食材是安全，怎么去选择。学校也办理一场路上零尊比赛，学生将家己所画的纸板零尊以2人1组的方式进行，同心协力到达终点，相当不容易。很考验团队默契，要很需要配合。然后有时候会站不稳，有时候就快跌倒的感觉。最后学生也体验5二节重头戏徛卵，大家拢感觉非常的神奇。校长表示，在活动过程当中，会当培养学生学习对食物、农民甲环境的尊重甲感恩，了解食农教育真正的理念。台南市文阳讯台采访报道。